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我就见到你很开心哦，见到我很开心。对的。那你平时怎么玩呀？你要吓死人啊！没有，我没有要绑架你，那我把它丢开，你不喜欢那个，那这个喜欢吗？这个喜欢吗？这个挺喜欢。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？珠宝啊，我害怕。送给你。太可以了。怎么了？喜欢。我看你这样，我还以为你花也不喜欢呢。鬼風裏蕩，夜更深，霧更寒。遊魂踏遍幽靜路上，尋覓替身，陰風吹冷月光。他的眼光，好似閃閃發光。睇見心慌慌，他的眼光，好似閃閃發光。睇見心更慌。我不讲，你怎么能为了这样子一次，就让我将你死于？他的眼光，好似閃閃發光。睇見心慌慌。他的眼光，好似閃閃發光。睇見心慌慌。他的眼光，好似閃閃發光。睇見心更慌。怎么了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萌萌吓人了！你不要闪现好吗？有点吓死我了，一直哎呀，吓到你！但是闪现挺好玩的，就这样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这不是挺好玩的吗？你想不想学啊？那不用了，